每到歲末年終一節，議員李克維以及前台南地檢書記官潘明杰，並邀集一群善心人士以及熱心企業，做伙關懷飛行少年以及其家庭。今年的愛心行動總共募得超過1000公斤的白米甲麵條。27日，在市議員李克維服務處舉辦觀證儀式。關護協會讚。服務處也媒合一些社會的善心人士共同捐助我們少年觀護所還有現金也有一些物資也希望他們未來在投入這些少年關懷的一些工作一些事項也都可以更加的有力量更加有氣力這咱嘛真感謝社會局長也共同蒞臨的一個關心這個我們希望這個可以一起為社會帶來這個一些需要幫助關懷的一些更多的一些協助這也是讓我們社會持續這個更加的一個溫暖。社會局長郭乃文也特別出席活動，見證這份來自社會溫暖。但人跟人的關懷，基本上呢，除了物資以外，最重要的是那個媒介。所以今天的捐贈，它不只是錢跟物品，它基本上呢，還透過了我們工作人、關懷協會、關懷所裡面的每一步、每一個這個碰觸的過程，這樣的碰觸帶來的溫暖，價值非凡。議員李克維結合民間力量，在寒冬時節為飛行少年家庭送上實際關懷，讓因感受到社會愛心和善意。李克維表示，近年來青少年犯罪日益嚴重，社會溫姿色變，塔花之聲不絕於耳。但飛行少年需要不是標籤，而是被理解和陪伴。伊希望透過台南市關護協會長期親近輔導工作，讓飛行少年在關懷當中重新建立方向，回歸正向發展，才是社會上珍貴的力量。但是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